你好，我係林小姐 Jackie 啊。你睇緊嘅係一個獨立屋，車房咧就可以泊到2-3部車嘅，700幾尺花園。第一層咧就係客廳同飯廳嘅，開放式廚房。廚房咧就明火煮食嘅，蒸爐、焗爐、雪櫃樣樣齊全，同埋有好多收納嘅空間嘅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373尺，3層高，有天台嘅。嗱，呢度咧係一個鞋櫃嚟嘅，可以擺好多對鞋㗎。第一層咧就有個洗手間喺度嘅。而家上緊2樓啦，啲2樓呢度咧就係客廳嚟嘅。客廳咧都相當闊落嘅。嗱，呢個係一個露台嚟嘅，都好少出去嘅，所以長期咧拉住窗簾嘅。但係另外一邊咧，呢邊偏廳呢度咧都有一個採光窗。客廳嘅對面咧就有一個客浴室嘅，同埋有2個睡房。呢邊呢個睡房都擺咗4張床嘅，望翻嘅景觀咧就係泊車入嚟嗰邊嘅方向。隔籬呢個睡房咧就大啲，有曬衣櫃嘅，望個景咧都係一樣嘅。嗱，3樓咧就全層睡房嚟嘅，佢嘅睡房咧就分咗2邊嘅。呢邊咧就係一個衣帽間，同埋咧佢就有個書房嘅，同埋有張細床，睇電腦攰攰地嘅話都可以休息下嘅。呢邊就有大睡床。同埋有一個大嘅浴室啦，個浴室咧就係花灑浴同埋浴缸嘅。呢個單位嘅裝修都唔錯嘅，呢個單位咧都比較清靜嘅，戶數又唔係太多。有個小型嘅會所，冇交通配套㗎，所以你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要考慮下係冇交通配套接駁車。附近嘅公共交通咧就有一個巴士落元朗，同埋有一部 van 仔去錦上路西鐵站嘅。一係咧就行條天橋過嗰邊。搭紅色嘅 van 仔可以去到元朗同上水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紅花磡路，得2個屋苑嘅啫，一個翠日豪苑同埋一個翠日雅苑。天台咧就有個組合屋係工人房嚟嘅。好多謝你睇我嘅視頻啊！有興趣打電話俾我，或者 WhatsApp 我啦。拜拜！希望你為我頻道 J House 香港屋網點個讚、分享及訂閱我個頻道，多謝晒，拜拜。